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加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爱唱歌的阿酸，我是爱食咸的阿君，我是拄仔好感冒的阿苏。哇，今仔日是咱爆米香来卫生的头一集，有淡薄仔紧张呢。哦，系啊，今仔日讲话一直咧大字，头脑袂练转啊。像拄才开场，咱就录3摆啊，真正是大字搁兴趣呢。我嘛是啊，今仔日头一摆来到即间专业的录音室，感觉有比平常时咱咧开讲的时阵搁较紧张。放较轻松的啦，各位进前应该拢有听过袂少 podcast 的频道，咱会当向因学习啊。对啦，毋过有真侪约要入手的所在，拢需要咱慢慢仔去学习。无毋对，嘛希望听众朋友会当做伙见证阮的成长。好，那呢，赶紧进入咱的主题。咱今仔日主要是要向大家介绍阮即个频道。先来讲看卖啊，为虾米会创立即个 podcast 好啊？因为呢，阮伫大学毕业进前呢，需要交一份毕业作品。啊，我本身吼，毋是遐尔啊想要写论文啦，所以就是安尼，就阿酸佮阿苏做伙来做即个 podcast， 想讲好算讲趣味啦。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啦。佮有一个是因为咱想要有一个所在会当去记录咱的大学生活，然后呢，借这个机会练习阮的台语啦。哦，听到遮，大家可能会想讲，为虾米阮会想要用台语来做即个 podcast？伫遮甲大家小可补充一下，就是阮三个目前拢是台语系的学生啦。嘿啊，台语系拢爱讲台语呢。无毋对。所以伫即个 podcast 内底，阮会用一寡台语去做一个呈现。啊，若是台语袂练转，或者是讲毋对的所在，则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嘛，欢迎大家当踮 YouTube 频道下骹留话，互阮知影哦。是讲，恁敢阁会记得为虾米阮会叫做爆米香来卫生咧？我会记得吼，当初咧号名的时阵，是希望我会当和爆米香共款，甜甜搁肥肥，啊，甜甜是我，肥肥是恁吼。嘿，哪会当安尼？拄开始看起来吼，就是真普通无啥肉的米，也是番麦粒啊。但是呢，经过一寡时间和压力的累积，每一粒呢拢会变做无共款，嘛袂互人限制的模样。无错，希望阮会当运用小小的力量，替大家蹦出无共款的出路。那安尼，听众朋友一定嘛足想要知影，阮即个频道未来大概会有啥物内容？目前来讲，就是记录阮的生活，嘛会记录一寡囡仔故，互想要学台语的人收听。啊，若是追求刺激的朋友呢，阮嘛会准备一寡几啊个去满足大家的需求哦。无错，除了以上有讲到的一寡内容，阮嘛希望即个 podcast 节目会当运用伫未来台语课的教学现场，摕来做上课的补充教材，互未来的台语课会使更较多元，用咱伫台语系所学到的知识，互学生了解到原来咱的台语遮尔啊趣味，遮尔啊好耍，就会更较有兴趣去接受，然后了解咱的台语和台湾的文化。好，拄则有讲到，阮三个拢是台语系学生，那安尼，为虾米阮当初会来到台语系这个大家庭呢？既然你拢先问起即个问题，那安尼当然嘛是你先分享。好，讲到这呢，就爱感谢我高中的国文老师。为虾米啊？因为阮迄当阵咧准备天志愿，啊，伊听讲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拄通过，未来是真有优势，就一直咧甲我参详。嘛，因为我的台语嘛毋是介好，会晓听，煞袂晓讲，大家应该嘛听会出来，所以头起先就一直咧丢拄啦。啊，你是丢去倒位？后来咧，话毋通讲一半，后来是啥物？互你决定要选遮？好，迄是因为我的国文老师甲我鼓励，讲咱迄是用全台语去上课，内底学习台语的环境，基本上呢是全台湾上好的，所以若是想要互家己一个机会，佮有挑战，就会当去试看卖啊。相信会当伫内底豆豆啊学习，嘛算是一个增进家己的机会。后来就安尼一路通过面试来到咱系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下面一位阿酸你咧？
哪会遮紧就到我啊？其实一开始咧填志愿的时阵，我嘛无啥清楚我家己未来想要读啥，还袂找着我人生的目标。后来是阮母啊咧看迄落点分析的网站的时阵，发现讲，有一个专门咧教台语的系呢，伊感觉不哩啊适合我，所以就来问我讲，敢要填看卖无？啊，恁母叫你填，你就遮听话哦。拜托的，当然嘛毋是，我是有认真评估过，好无？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甲阿公阿嬷做伙大的原因，有较侪当使用台语的机会，所以对国小开始就有咧比闽南语的拢透啊。但是后来，身躯边会晓讲台语的同学煞愈来愈少，若是来读即个系，会当互台语继续流传落去，我感觉敢若嘛是一个袂歹的选择呢。听起来真伟大呢。哦，恁两个拢讲了啊，就是换我咱三个的美丽担当来讲啊哦。你是咧讲啥？真水啦吼，听我讲话哦。我当然是不想考指考吼，读册有够痛苦的呢。恁两个讲是毋是哈？是。哦，无啦，其实我是因为自细汉到即马咧。大概是我的记忆当中是青春美丽国小3年啊，就开始练台语的字音字形啊。迄时咧背单字的时有够痛苦的呢。向时啊，字音字形这个项目真罕你看到，连即马讲起来，别人拢会问讲：哈，台语有字哦？对呢，我嘛是入来了后才知影，原来有专门的台语正字哦。是啊。当然啊，这种的机会无即马遐尔啊困难啦。对迄个国小时期的我，有奖状一张，就真满足啊。就安尼，每一年拢参加比赛，会使讲豆豆啊变做一个习惯啊。每一个时间差不多，我就会甲字音字形的资料摕出来，写咧准备去比赛，就是一种自虐的行为。想袂到，等待大汉了后，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台语系，拄啊合我的专长，所以我就来啊。讲实在的，我写志愿的时有100%的信心，想讲一定无人会比我的字音字形搁较厉害的啦。安尼你嘛伤臭屁啊！无得卡，咱系内底阁有其他的高手啊！拜托诶，我囝毋捌好啦，先算就对啊啦。但是吼，千算万算，就是无算到面前爱讲台语。我甚至想要骗老师讲我袂晓讲话，敢袂使用写的啦。好你佳在吼，我最后是有入来啦，无我真正是需要去指考咯。看起来咱三个入来的原因拢无共款呢。我相信，一定是我顶世人无烧好香，才会拄到恁即款天兵啦。恁哪会安尼讲？阮若是像你讲的遮假咯，恁哪会找阮做伙做毕业专题？你讲对无？就是讲咩？我都无朋友啊咩？讲敢若你足委屈共款。好啦，我也是足爱恁的吼 ，Love you。讲到转来，就是咱的未来的部分哦。未来安怎？咱三个即马毋是当咧修习中等的教育学程啊？我即马阁有修小学的教育学程哦。就是未来希望会当成做一个台语的高中老师，或者是国中老师。虽然还有真侪进步的空间，不过大家当咧开始学物件的时，拢是哪做哪学。哦，就是华语咧讲的做中学对无？咱是因为烦恼代志的效果，就别骹别手，那安尼就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希望透过未来伫教学现场的教学，去推广台语，甲我的学生做伙成长啦。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伫北京。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